继续来看高雄新兴区一栋酒店大楼的头前有球棒队闹代志，共有10外个人举球棍啊、甲钢槌啊，含这栋大楼的1楼，道田边啊，摊商的单位甲挡伫遐的汽机车，嘛拢共含惨落。因为这栋大楼离警察局真近，塞车只要2-3分钟，加上阁是治安守护的重点区，这阵歹徒还阁敢遮尔啊唱秋，警方唔敢大意，目前是锁定涉案的车辆，全力以车约人。初步无排除是消费引发的纠纷。10几个歹徒手举棍啊、甲钢槌啊冲入大楼的1楼，对撞红灯啊是一直喊。另外一群人伫门口口是一直卡起机车车身甲玻璃，卡了就随这车自引走。安尼现场已经是乱七八糟。大概10几20个砸，连着砸。我看第一个是先从这边开始砸，因为他们下车是在这里嘛，就挑这台先砸。 然后砸，然后往里面砸。汽车的挡风玻璃是脆糊糊，车窗也被攻破。就连顶下卡踩机车，车身嘛拢是扣痕。就连附近摊商的单位嘛有着。啊，那1楼的大楼更加是一片混乱，所有设备甲物件拢总被破坏了了。有伫门口这就大项拢对啊。这人出手拢真凶，啊，那因闹事的地点都伫新兴区7贤1路这栋居乐城。我这里十几年，今天才第一次。西湖酒店的这栋大楼离警察局是真近，开车唔免2分钟。当时也是辖区伫安尼守护重点，也毋过所出现歹徒共车个共大楼行为唱秋。警局即使在旁边，会乱来的也是会乱来啊。暴力事件，互警方是真敏感。伫案发了后，马上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。现场均无人受伤，初步了解不排除系因与该大楼 某商家有消费纠纷所引发，到底是什么款的纠纷？好几人伫高雄警方伫安尼重点区域唱秋供店来遮代志，警方用车来捉人，展开调查，无完全公权力受到挑战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